一直以嚟，香港女星胡杏兒同老公李承德被視為模範夫妻，兩個人經常喺社交平台上邊 show 恩愛，一家五口幸福出遊，畫面溫馨。然而，近日卻傳來一則重磅嘅新聞，李承德被影到喺夜店狂歡，同多名嘅美女親密互動，行為曖昧，引發咗軒然大波。呢系列嘅照片曝光之後，網友紛紛質疑李承德唔通出軌啦。從照片上邊嚟睇，當晚李承德獨自現身夜店，冇帶妻兒同行。佢身着淺色嘅西裝，髮型一絲不苟，成個人氣場十足。儘管夜店嘅燈光昏暗，人潮湧動，記者仍然能夠清晰咁影到佢同多位嘅女子貼身熱聊、自拍、扭腰交談，舉止親密無間，完全冇已婚男人應有嘅分寸感。照片一經流出，網友直呼哽眼，唔少人更加表示已婚男人咁樣合唔合適啊？事實上，呢個並非李承德首次陷入爭議。自從2015年同胡杏兒結婚以嚟，佢個風評一直備受爭議。由於婚後暫停事業，專注家庭，佢一度被港媒嘲諷為世紀軟飯王。當時胡杏兒高調護膚，澄清丈夫早就已經財富自由，根本唔需做嘢。但如今夜店風波令到網友翻出舊賬，質疑所謂嘅財富自由，原來係夜店自由。更加令人質疑嘅係，李承德婚前嘅花邊新聞亦都層出不窮。喺同胡杏兒交往期間，佢就多次被影到同異性嘅舉止親密。早喺胡杏兒前往大陸拍攝綜藝嘅時候，佢被記者影到同3位靚女街頭暢聊，其中包括莊思明嘅雙胞胎姐姐莊思華。最後，莊思華同其中一個女子先行離開，李承德則同另外一位黑髮嘅靚女一同消失咗喺夜色當中。冇幾耐，佢又被影到喺夜場同異性約會、貼面擁抱，仲帶住翻版張柏芝 Crystal 四處遊玩，關係匪淺。面對呢啲緋聞，胡杏兒始終選擇企喺丈夫呢一邊，一次次幫佢澄清。佢解釋 Crystal 只係朋友嘅女朋友，自己完全信任李承德。即使媒體再三曝光李承德同異性互動過密，佢亦都多次強調呢個只係正常嘅社交。本嚟以為李承德婚後就會收斂，但仲係時不時傳出花邊新聞，令到胡杏兒都放心唔落，趁住老公到台灣飲喜酒嚟個突擊檢查。而李承德顯然俾胡杏兒嘅突擊檢查嚇到懵咗，頓時滿面通紅。身為公眾人物，亦都同大眾一樣突擊，就係因為上面呢個女人，呢個名叫 Joy 嘅台灣富婆，喺胡杏兒大婚之日竟然大開中門，簡直係想搶新娘嘅風頭。而李承德呢一次到台灣旅遊，更加係由巨乳富婆相伴，陪食陪玩，有錢有顏有身材，令人不得不懷疑佢嘅真實身份。儘管胡杏兒隨後澄清Joy已婚，大家只係朋友，但網友仍然議論紛紛。喺呢啲質疑聲中，胡杏兒始終堅定咁維護丈夫。然而，夜店事件再度令人反思，咁樣毫無邊界感嘅丈夫係咪值得咁信任呢？胡杏兒之所以咁不辭辛苦、小心謹慎咁睇住老公，仲係要提及佢早前嘅感情。畢竟佢生命中有個愛情長跑8年嘅黃宗澤啊。同黃宗澤合作《我的野蠻奶奶》嘅時候，兩個人擦出咗愛情嘅火花。當時黃宗澤追求胡杏兒整整3個月，發出幾百條短信，仲每日接送。兩個人嘅愛情親密且熱烈。不過兩個人嘅關係並冇公開，而一直保持地下戀。媒體面前，兩個人嘅口風一致，從來都冇透露半分。後嚟胡杏兒忍唔住公開咗，咁巧係佢獲得3料時候嘅頒獎典禮，咁重要嘅時刻，令佢喺台上邊鼓起勇氣向黃宗澤告白，喊到泣不成聲，希望我哋能夠一齊頂住。呢個算係正式官宣咗兩個人嘅關係。黃宗澤喺台下邊聽住胡杏兒嘅表白，眼睛笑眯眯咁，好溫柔。本來諗住呢一對神仙眷侶能夠相扶到老，一齊白頭，但係黃宗澤係個浪子啊！兩人拍拖7年，黃宗澤出軌俾人斷正就唔少於6次，但每次胡杏兒都卑微咁選擇原諒。兩個人啱啱喺埋一齊冇幾耐，黃宗澤就俾人影到同已為人母嘅司馬燕同時參加活動，喺餐廳嘅一角忘情狂吻，兩個人對嘴足足5秒鐘。而胡杏兒俾媒體追問嘅時候，只係淡淡咁回應咗，同一般朋友去飲，我知道冇咁嚴重。胡杏兒大氣原諒，但冇能夠換回浪子回頭。
黃宗澤反而變本加厲，喺大陸拍戲，同有夫之婦梁靜琪擦出火花，一啲都唔知道避嫌咁，同多倫多嘅華裔小姐魏晨曦拍合影，勾肩搭背，親密無間。黃宗澤真係越做越過分啦！一顆心俾人傷咗一次、兩次，次次累加之後就已經心灰意冷。胡杏兒毫無預兆咁選擇咗同黃宗澤分手，7年嘅感情付之東流。經歷過呢段感情之後，佢曾經表示，如果再被傷害，我會永遠都唔再去愛。但如今佢卻再度陷入咗丈夫嘅緋聞漩渦。胡杏兒同李承德喺台北俾媒體拍到街頭熱吻，兩個人嘅戀情就此曝光。兩個人喺一次 party 上面認識嘅。據港媒講，李承德喺仲未認識胡杏兒之前，就俾佢好性感嘅泳裝照深深咁吸引咗，就係呢張啦。確定戀情之後，兩個人嘅感情發展可以用一日千里嚟形容。逛街、出行、當街熱吻，被影到見家長，各種形影不離。先至交往幾個月嘅時間，就唔止一次傳出咗婚訊，甚至仲有傳李承德已經搬入胡杏兒嘅公寓，兩個人已經開始同居試婚。如此如膠似漆，但外界對兩個人嘅態度依然係唔睇好。港媒一直質疑李承德食軟飯，包括冇車冇樓，住胡杏兒嘅公寓，就連車亦都開胡杏兒嘅。而且李承德嘅風評亦都唔好，佢係個港姐殺手嘅頭銜，因為佢早前亦都同港姐出身嘅李思韻拍過拖，同華姐出身嘅張曦雯亦都傳出過緋聞。更令人一秒下頭嘅操作係，李承德仲喺同胡杏兒交往期間多次被拍，而反觀胡杏兒唔單止對以上毫不在乎，甚至依然毫無保留咁愛對方，一直讚李承德，並且希望媒體唔好嚇走佢。呢個係緣分，佢好成熟，好難得我哋係好朋友，同時又係我嘅另外一半，我哋無所不談，傾到唔想瞓覺。佢有時會鬧我，當我轉牛角尖嘅時候，佢會提醒我要感恩。佢眼中我已經得到咗好多好事喺我身上發生咗，唔能夠淨着眼於唔開心嘅事。以前我習慣以問題為焦點，其實應該整體去睇一件事，並且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法。時刻維護李承德，仲主動幫佢辟謠。對自己亦都時刻嚴格要求。某次出席活動，現場需要同男 model 親密接觸，但胡杏兒卻以而家身份唔同，委婉咁拒絕咗。一邊係喺對方工作嘅時候同美女親密互動，一邊係工作裏邊亦都會盡量避免同異性過多接觸。對比之下，為胡杏兒唔抵嘅聲音越嚟越高。但最後胡杏兒仲係嫁咗，喺嗰年嘅年底不顧一切咁嫁咗。婚後幾年，兩個人就有一整個生 BB 嘅大計劃。2017年10月生低咗大仔，2019年7月生低咗二仔。胡杏兒仲多次表示想要一個女湊成個好字，但2021年生低咗第三胎，依然係仔。或者成家做咗爸爸嘅緣故，李承德嘅夜店新聞亦都隨之變少咗，更多嘅係同屋企人一齊陪伴小朋友成長。佢會經常單獨帶小朋友，喺胡杏兒嘅口中、鏡頭中依然係嗰個完美嘅先生。婚後嘅佢似乎逐漸退咗昔日嘅花花公子形象，專注於家庭，努力扮演好丈夫同埋父親嘅角色。外界對佢嘅爭議亦都逐漸平息。然而，就喺大家以為佢已經徹底收心回歸家庭嘅時候，今次嘅夜店醜聞，佢再一次將佢推上咗風口浪尖。心愛嘅老公撇低自己同小朋友，同多名嘅女子又攬又抱，但係熟悉胡杏兒嘅人已經估到佢接落嚟嘅回應，有好大嘅可能仲係企喺老公呢一邊。畢竟呢個亦都唔係胡杏兒第一次幫李承德抹屎忽啦。盡管而家當事人仲未回應，亦都唔能夠講李承德同其他嘅女人攬攬抱抱或者係摸屎忽，一定係坐實咗佢出軌。究竟男方有冇背叛婚姻，只有當事人知道。但好多人都喺度為胡杏兒感到意難平，佢對呢段婚姻嘅付出有目共睹。婚後連生3個仔，同時有努力嚟大陸發展，為呢個小家庭打拼。喺陀3胎嘅晚期，挺住個孕肚，一個人坐高鐵嚟到大陸表演。隔離期間都係一個人產檢嘅。喺胡杏兒嘅社交平台裏邊，大多數嘅內容都係有關老公同埋小朋友。每當李承德陷入爭議嘅時候，胡杏兒總係第一個幫手澄清嘅。之前喺特殊時期，李承德經營嘅酒吧裏邊俾人舉報，有客人舉辦生日 party，疑似違反咗禁聚令。胡杏兒即刻澄清，話舉報信息係舊相，酒吧已經停業咗幾個月啦。唔單止係咁，
李承德起初度被認為係身價上億嘅富豪，但係結婚之後，大家發現反而係胡杏兒出嚟做嘢多，乃至於男方被瘋狂調侃係世紀軟飯男。之後港媒挖出咗李承德並非背景雄厚，主要係獵頭公司同埋酒吧嘅老闆，而胡杏兒忍受唔到老公受委屈，霸氣回應講，就算老公唔做嘢，亦都能夠接受，否認老公靠自己生活。而李承德除咗被指係假富豪之外，仲喺同胡杏兒結婚之前，被港媒戲稱為港姐殺手，同張曦雯等多位嘅女星都傳出過緋聞，甚至喺同胡杏兒交往期間就曾經鬧出過緋聞。當時胡杏兒同樣亦都為李承德澄清，話佢同被拍嘅女性只係普通朋友。即使係咁樣，乃至喺婚後，李承德同樣都冇辦法令到胡杏兒安樂。出席晚宴，佢同異性唔保持社交距離，同女星姚子羚合影嘅時候，身體緊靠，面幾乎貼埋一齊。尷尬嘅係，姚子羚仲係胡杏兒嘅閨蜜。就算李承德同老婆嘅閨蜜關係好好，但喺公眾場合裏邊咁唔避嫌，唔會令到胡杏兒難做人咩？但胡杏兒喺每一次困境裏邊都選擇相信李承德，甚至仲表示，即使老公出軌，自己好可能就係咁輕易咁原諒對方，因為考慮到太多因素，唔可能好似電視劇裏邊表現得咁理智。況且兩個人之間仲有小朋友，佢會選擇等老公返屋企。最後仲係想講，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，仲係希望李承德作為人夫要有邊界感，注意同異性嘅社交距離，好好地珍惜同胡杏兒嘅呢個小家啦。另外，如果付出得唔到珍惜，咁樣嘅婚姻亦都冇乜嘢可羨慕嘅。